咱再来攻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10章第7到10节。所以耶稣佮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我就是羊条的门。囡仔在生我内是贼，是强盗。若是羊无听伊，我就是门。若对我入来，要得到救；佮要出入，也要得到草料。贼来，毋係是來愛偷、愛殺、愛滅無。我來是要互恁有活，佮有豐盛。以上。今日在中間傳講實習的是咱本教會的蔡主任牧師，伊的講題是找到鎖匙，開着門。咱用恭敬謙卑的心，注意來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是教會所定的福音主日，咱特別會當利用每一季的一遍的福音主日，邀請咱的朋友，也未信主的朋友來到咱的教會，做伙來聽上帝的話。今日牧師要甲大家分享的題目叫做“找到鎖匙，開着門”。要領受上帝的話，進前咱同心來祈禱。親愛的主，阮懇求你賜福保守看顧阮，透過讀聖經，透過聽你的話，來得到幫助，互阮對阮的生命有一個新的了解，有一個新的想法。懇求主你賜福互阮，安尼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我算是一個真糊塗的人，為什麼？因為不時咧找鎖匙。我牧師娘有時來我消遣講，我一世人清醒的時間大概有1/3咧找鎖匙。本來佇過去出來服侍的時陣，佇學生中心也真單純。迄個時陣只有圖書館甲辦公室以及烏托邦的鎖匙。後來去教會服侍，教會規模較大淡薄都有無共款的門，無共款的鎖匙。所以身軀派一大堆鎖匙，有時陣要開一個門，鎖匙攏生得攏相共，透毋知要找倒一支鎖匙開這個門，若找袂到鎖匙，這個門咱就拍袂開，就無法度入去。其實這甲咱的人生相款，咱來找到門，才當入去要愛去的所在。然後找到門也無夠，就是愛找到鎖匙，才當將這個門拍開。佇咱人生的路程嘛是安尼，咱會拄到真濟無共款的選擇，這無共款的選擇就親像一個無共款的門。這門後面有咱要去的所在，咱選毋到門，就袂當去咱要入去的所在。選到門嘛愛找到正確的鎖匙，才能拍開門來入去。當然，所以人生中間真濟決定攏是真重要的，找到正確的決定。做正確的決定，咱才能入去咱要進入的狀況。當然有一個選擇，毋是遐爾重要性，選毋到咱退出就會使啊。但是有一個選擇是關係咱的性命。所以咱愛真嚴肅去面對咱關係咱性命真重要的問題。我相信咱在座所有的人攏真珍惜咱的生命。大部分的人嘛，咱的生命會當過了真平安、真順利。真有意義，真豐富。親像拄則咱所讀的經文中間，耶穌講要互咱有一個豐盛的生命。但是咱嘛知影，其實咱的生命中間充滿了真濟無確定性，毋是會當完全照咱的計劃、照咱的意念來行。但是咱愛真知，佇這個生命人生的過程中間，咱愛真嚴肅、真重視。這個生命的問題，我捌看一個電視，一個頻道叫做 Discovery， 就是發現頻道。捌有一遍放一出影片，我看受伊吸引，而且這影片讓我思考真濟代誌。這影片咧講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叫做秦始皇對無？秦始皇伊做王了，伊開始對這件代誌真驚嚇。所以關係生死的問題，所以伊感覺講我即擺做王啊，但是如果我的生命若無法度繼續延續落去安尼要安怎？
所以吼，伊就派人去找仙丹对无？吼，希望会当长生不老，吼，终生不老，吼。另外吼，伊嘛知影讲啊，我若万一找袂到即个长生不老的仙丹，我有一天我的人生吼，一定要进入迄个拄着迄个终末的时刻。啊，所以吼，伊用38天的时间来起家己的梦，因为伊意识到伊人生的有限，甲家己的终末，所以伊毋敢若找仙丹，伊也为着伊的死来做准备，去真大的即个梦。哦，咱虽然今仔去中国迄西安的所在，咱看到真殊王的梦对无？哦，去啊真济，真大，但是伊嘛是爱面对伊人生的终局。啊，今仔咱咧看伊的人生的选择的过程中，咱会感觉讲啊，可能淡薄仔好笑，因为伊找毋着方向啦。但是，却互我一个深深的感动，就是咱看见着一个人对于生命的认真甲严肃，伊知影伊人生一定会行到落尾。啊，所以伫遮咱来反省咱的生活态度，咱安怎去面对咱的生命？伫圣经中间吼，有一个人叫做摩西，摩西有写一篇诗篇吼，伫诗篇的90篇，伊安尼讲吼，中有一段伊安尼讲，伊讲伫上帝眼中吼，看1000年那亲像一日啊，讲日子咧过真紧吼，好亲像过去的早日，吼，好亲像暝时的一更。伊讲你亲像大水将阮冲走，阮的生命短暂亲像梦。要接续伊去讲吼，伊讲阮亲像早起时发芽不圆的草，吼，你是生长真茂盛，但是到暗时就安那，就安那凋萎枯干，就孤单去啊。所以伊咧感叹讲，咱的人生真无常，真短暂，是人无法度掌握的。人袂当用咱的想法，互咱的生命延长一刻久，好亲像草花同款，一望年久就消失。所以咱看日子咧过真紧，咱看刚打过年无偌久，啊，即摆已经来到3月，一季已经要过去啊。我伫教会中间吼，有2个场合我上感受上深啊。第一就是主持婚礼，我当出来牧会的时阵吼。主持婚礼，迄结婚的人吼，拢年纪甲我差不多啦，吼。啊，即马吼，牧会一久了，我甲讲啊，即马吼，迄结婚的人拢会当做我的囝儿甲查某囝，吼。啊，有时阵吼，结婚的时候我真有足大的感触，我想讲吼，20几年前我咧娶某的时阵吼，迄新娘嘛是生得真妖娇美丽啦，吼。啊，即马时间一过吼，感觉真紧啊，讲娶某无偌久啊，即马有时吼，会再困起来，我奇怪。行一条吼，隔壁遐困一个阿嬷，啊，去照镜看啊，我嘛变做阿公啊吼，所以吼哇，是日子实在过了够紧的吼。恁放心，我有甲牧师娘参详过啊，所以袂安怎。所以日子过了真紧啊，吼。啊，当然吼，搁另外一个场合就是主持告别式啊。有时吼，咧主持告别式时，感叹讲人生实在真无常。无论什么款的人，拢必须要行人生的这条道路。特别吼，我咧主持告别式有一个感叹，就是讲，有时过往的人，无一定是年老的人呢。我当去牧会前2天主持7个告别式，平均年纪吼无超过40岁。其中有一个印象上较深的。因为这个主持这个告别式吼，毋是伫教会内底主持，伊是伫台大医学院的地下室，吼，咧囥迄个大体老师的所在举行。啊，对象是一个，当对台大毕业未满24岁的少年人，伊的家世真好，伊家世背景真好，伊的外公、伊的阿公吼。啊，佮伊的老爸拢是对台大医学院毕业的，老爸伫学校咧，伫医学院咧教册。啊，这个少年人真有才能啊！迄音乐真好，会当有真水的白仔恁。啊，嘛甲别人的关系真好。啊，伫
知识真悬，所以考伫台大电机系，然后佫上时阵佫辅修迄个台大物理系。伊老师讲，伊毋捌拄着即个学生讲遐尼聪明、遐尼好诶，但是身体嘛真健康，无想到去做替代役，有一暝困就无起来找袂着啥物原因，毋知影啥物原因。所以伊的老爸老母拜托我去来主持一个告别，因为伊的囡仔有一个愿望，就是讲，希望讲将来学习了会当去台大做老师。所以因就将伊的遗体捐予台大医学院，做大体老师啊。所以迄天真特别，就是迄天阮伫迄台大医学院迄个地下室真矮一个空间，所以迄个告别式做2遍就对了。因为人伤济无法度入来，所以分2批做。伊的同学、伊的高中同学、伊的大学同学拢来。我面对一群青年人，我要对因讲啥？我只会当对因讲，咱的人生实在是一个无常、无确定的人生啊。人生后一步要安怎，咱真正无清楚。咱会当有真好的知识、真济计划，但总是后一步咱要安怎，无清楚。咱必须要去意识到，生命真正是短暂有限，以及有一天，咱拢要面对迄个终末的来临。因为人生有太济无确定的代志，咱应该要时常去问家己：我今日也会当呼吸，我还阁有意识的时阵，我应该安怎过？利用这个短暂、无稳定、无确定、有限的人生来思考一寡什么款的代志？互咱的生命会当有更较大的可能性。咱人生要追求什么货？才会当变做一个有意义，亲像圣经中间咧讲丰盛的人生。所以咱必须要用真严肃的态度去面对咱的生命，因为有一天，咱肉体的生命拢会结束。伫咱台湾人常常讲什么叫做幸福的人生？咱台湾人爱安爱追求啥？福禄寿啦，感觉讲若具备这3项代志，就是美满的人生。咱若这个人真有福气，一生拢一帆风顺，伫社会中间有地位，有名，有悬的地位，也是讲这个人活了长岁数，讲咱安尼人生就是一个完全的人生。所以有真侪人。一世人的人生咧追求荣华富贵、名声地位，有的人保养身体，互咱会当较长岁数的，感觉讲这就是福气。但是敢真正是安尼？咱知影每一档世界有无共款的组织，拢会做一个调查，叫做世界上界幸福快乐的国家是叨一个国家？咱发觉这幸福快乐的国家，包括迄个前几工有叫愚公移山去到迄个卑诗山下边的迄个不丹这个国家，咱看毋是经济上界富裕的国家嘛？但伊国家的百姓感觉迄个幸福感是上界大的，毋是因为伊真好养，生活真快活，毋是安尼。反倒当这国家反倒当比一寡咱看个真富裕的国家的百姓更较快乐。所以你理解毋是讲。咱真富裕，讲物质的真丰盛，咱就会当较快乐，毋是安尼。大家若毋通了解讲活了长岁数就真快乐。咱的隔壁国日本是全世界上界长岁数的国家，但是咱若详细去看今年2019年上界新的评比伫世界上界幸福的国家排行，日本是58名。你敢知台湾几名？台湾25名咧，佫比较好咧。咱看到日本咱时常去有个人爱去日本去观光嘛，对无？迄所在真舒适国家真清气，百姓嘛真富裕。但是你毋知影有真侪日本的少年人压力真大咧，迄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所以。活了长岁数，也是讲你较富裕的环境，人无一定较快乐，生命无一定较丰富。所以咱爱理解的是讲，什么到底是人生中间
上界重要的事。我拄则讲参加个别式，常常会咱看出一个人的人生嘛。个别是嘛，咱去体验真侪代志。我有一遍伫我还伫大专中心服侍的时阵，有一个查经班中间有一个辅导伊分享伊一个上界难忘的个别式啦。伊讲伊参加过真侪个别式伊发觉讲无共款的个别式会当反映即个过往的人伊的生命品质。伊参加过真侪看起来社会真有地位的人，但是来参加的人其实无足侪。伊讲伊参加过上界济一遍，来参加的人上界济一遍，一个个别式是一个10几岁的囡仔。伊讲这个囡仔伊就感觉讲奇怪，这个囡仔较遐济人来参加，甚至将伊的教会拢客满满，甚至连这个囡仔因兜厝边一个欧巴桑，从来无来过教会连教会连一步都无要踏入来，伊嘛因为这个囡仔个别式来到教会，因为这个囡仔平常时拢笑头笑面，拄着隔壁的人拢会起来关心，拢会来请安，所以大家知影这个囡仔一个意外过身了，真侪人拢来到教会来参加伊个别式，所以伊就咧感叹讲，其实我嘛有相款的看法，人一生存在的意义毋是在伫你有偌济的钱，也是讲你有偌悬的地位，是在伫你对别人留落啥物款的记忆。所以若安尼。咱咧思考咱生命的过程中间，生命的品质敢是赢过生命的长短？毋是讲咱活了真久的时间，咱的生命就较有意义。其实是在伫咱有限的生命中间，迄款的品质嘛。那安尼，咱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怎样提升咱生命的品质？所以，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生命要过了有意义，要安怎提升？要过了无共款，咱就是爱帮助咱找到一个让指示咱生命方向的价值观。这价值观会影响你生命的品质。什么会当帮助咱建立这款好的价值观？就是一个正确的信仰。咱必须要挖靠咱的一个正确的信仰，来起造一个生命正确的价值观。咱照这个价值观来挖，咱的生命才会当品质哪来哪好，哪来哪有意义。所以，一个正确的信仰会带来生命的改变，会带来品质的提升。圣经同咱讲，耶稣就是互生命改变的迄个门就是咱伫即个要安怎过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咱爱找到迄个正确的门，互咱会当进入迄个耶稣基督要互咱的丰盛。所以耶稣讲，伊就是即个改变生命的门。通过耶稣，咱会当得到丰盛的生命。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伫约翰福音书的第10章70到第10节。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譬喻。耶稣讲，即个因为当时阵的牧者，伫迄个温暖的热天的时阵，伊会将伊的羊群带到野外去找即个有草仔的所在、有水的所在来食食。暗时的时阵，因就无转去到庄舍内底的羊巢内底。所以为着要保护出外这羊群，这牧者通常会伫迄个有草场的边起一个简单的这个羊巢。当然，这个简单的羊巢伊就无一个门伊来围起来了，总是要有一个出入口。通常这个牧者暗时的时阵，伊将羊仔赶入去了，伊就会困伫这个门内底，来防止这羊仔走出去。因为羊仔有时戆戆拢会学袂撞。所以这边仔有为这条这羊仔袂当对遐出去。但是这出入口的所在，牧者就困伫这个所在。所以要出要入，拢爱通过这个牧者。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情况来做一个譬喻，伊将家己譬喻做一个真实的雇羊的人。伊讲通过伊会当得到安全，那通过伊会带伊到迄个草场的所在，会当食草，会当啉水，而且羊仔会当得到饱足，
会当得到完善的照顾。暗时的时阵，羊仔通过伊入来即个羊条内底，会当得到保护，会当得到安全。所以伫耶稣的照顾下面，伊就是一个生命改变的门，互咱会当得到保护，得到安全，得到长大，得到丰盛。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迄个生命改变的门。啊，你会问讲，牧师啊，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当带互咱丰盛的生命？你来证明互我看。啊，其实证明有几项啊。第一项，咱会当对圣经来看。圣经中间吼记载，若去拄着耶稣，佮接纳耶稣的人，咱看见到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因的生命拢得到改变。吼，咱捌读过圣经的人，咱知，吼，比如讲撒该看到耶稣，伊接纳耶稣，成做伊生命的救主了。伊的生命甲过去的生命完全无共款啊！过去是一个人欺骗的人，人爱占人便宜的人，啊，结果入海耶稣了，伊的生命改变，伊变做一个愿意分享伊的产业的人。啊，佮有保罗嘛是相共，保罗过去是迫害教会的人，因为入海耶稣接纳耶稣了，结果耶稣改变伊的性命，伊变做一个传福音去救人的人。啊，当然有一寡打来教会的人讲，啊，我毋捌看过圣经，吼，啊，敢是若干那圣经有记载遮个代志尔？毋是安尼。咱看伫历史上，有真侪人做好的见证，因拄着耶稣，认捌耶稣，耶稣就改变因的性命。啊，今仔牧师袂甲大家分享遮个人的见证，毋是讲遮个人见证无感动人无重要，是遮个见证吼，甲你无一定有足大的关系。因为咱看圣经、听见证、听别人讲见证是真重要，但是更较重要的是，你爱去学习甲耶稣基督会当建立一个关联，安尼你会当去体验到耶稣迄个改变你生命的力量。啊，但是咱找到这个耶稣这个门了吼，咱就爱找啥物？爱找锁匙对无？锁匙是啥物？哦，锁匙这个英文这个关键吼，甲锁匙是同一个字啦。锁匙是在地，咱愿意相信。吼，如果咱若明白耶稣就是迄个改变生命的迄个门，安尼啥物是拍开这个门的锁匙？迄就是信心嘛，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是讲，咱若相信耶稣基督是改变咱生命的主，相信耶稣基督家己讲，伊是真理，是活命，是道路。咱若有即款的信心，咱会当拍开迄个生命的丰盛的门。好，进入迄个丰盛的中间。啊，当然，若当来教会人会问讲，啊，你是牧师，还是讲我边的人拢是信徒？当然对耶稣有信心嘛。阮当来教会较有可能对耶稣有信心呢，甚至我来教会真久，我嘛无一定对耶稣有信心。吼，啊，所以牧师要来甲你讲，吼，如果你若要有信心，有一件代志你爱先学，吼，就是你爱先捌耶稣嘛。吼，比如咱拢有交朋友，也是讲。咱拢有谈恋爱的经验对无？你要交朋友吼，当你决定这人要做你永远的朋友，还是讲咱找到一个人，甲伊谈恋爱，咱决定讲这人要成做咱一生的伴侣的时阵，咱进前拢爱先了解这个人嘛，咱一定爱甲这个人有一段时间的交往嘛，吼，爱先去认识嘛，吼，所以要相信这个人，咱爱对认识开始嘛，咱若对伊一知半解，咱就无法度相信这个人嘛，吼啊，所以咱就爱先认识，咱就爱开始学习信任这个人。啊，如果你若一摆信任，啊，你讲的，伊讲的话，到尾拢印证讲是事实，还是讲你交代伊做的代志，伊拢会了办了真好，咱就渐渐的相信这个人。所以相信是对认识开始。所以牧师要欢迎吼，咱可能打来教会的人，吼，你开始伫教会这个属于耶稣的团体，开始来认识耶稣。你会当参加教会内底的团契，会当参加教会内底的小组，交更较侪认识耶稣的这个人，啊，做你的朋友。渐渐你透过这个人，你就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啊，慢慢，你就知影讲啊，原来耶稣基督是值得咱信靠，会当带予咱丰盛生命，带予咱生命改变的迄个人，迄个主。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我知影咱中间吼有人来教会已经一段时间，
但是还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啊，有人可能当下来到教会，还未完全明白耶稣，但是牧师甲恁保证，改变生命的门，躲伫你的门口口，躲伫你的面前。你只要掌握迄个锁匙，对明白耶稣开始，渐渐相信伊，迄个锁匙会当帮助你拍开即个门。拍开即个门了，你就当进入耶稣基督要享受你迄个丰盛的生命。我有即款的经验，嘛邀请你做伙来体验。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来到教会听你的话。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互阮还未深信的，会当一步一步明白耶稣来深信；已经深信的，会当更加坚定阮的信心。恳求主你帮助阮，因为深信的缘故，拍开迄个改变阮生命、互阮得到丰盛生命的门。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